高公局检讨去年高速公路的事故报告，统计去年拢总有46630件事故，前3名的事故原因，第一个就是无保持安全距离，过来就是无注意车前状况，甲乌白切换车道。这个月初十，伫国道3号中部路段一天就发生2件重大交通事故，其中伫彰化河美路段，还有小客车驾驶送医当伤不治。高公局公布去年国道事故检讨分析报告，发现国道交通事故件数为110年的32865件，每年清悬。去年佫到46630件，年增17.58%。因为我们年度的交通量成长大概在1.2，但是呢，去年大概增加3.6，交通量增加，事故件数增加，大概是呈现一个正相关。去年国道事故件数当中，第一万类的事故，就是造成人员当场或者是24小时内死亡交通事故，年增9.43%。为统计数据当中，也发现重大车祸事故，大部分发生在暗时10点过后到隔天透早6点。高公局推测原因是这时间车流量少、车速紧，驾驶较会分心或者是放冷。去年国道事故的前3大肇事原因是无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无注意车前状态、加乌白换车道或者是方向。有时候会因为说前面的一个小小的不经意的刹车那它其实会往后一直传递到最后面，会造成一个很巨大的急刹这个就很容易会引发这个追撞的事故。高公局透过工程管理、宣导执法甲监理等4方向做改善，还佫导入 AI 侦测出口交流道塞车，望降低国道事故，互用路人平安上路、安全回去。记者综合报道。